家晚上好，我係陳新友女士，第三個仔梅國文。首先我要恭祝我媽95歲生日快樂。今晚大家熱烈出席呢個晚宴呢，好感謝大家。仲有，如果冇各位親戚朋友街坊嘅關注呢，我媽係冇咁長壽嘅。祝大家好似我媽咁長壽，生活快樂，出入平安。再見。